一個弧度嘅，嗱我倒俾你睇，用過嘅連上嚟好用嘅話鳩俾我知。而且用完之後，你成塊面好似係嗰啲嬰兒機咁樣，即係好。係你用過嘅，佢即刻會顯示你對面靚唔靚噶啦。我對面冇搽過嘢噶啦，我俾你睇睇我對面靚唔靚。用完之後我靚唔靚鳩柒？嗱，如果你想對面靚嘅，10到20秒就開始起泡噶啦。係10到20秒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隻手都得嘅喎。如果我哋嘅角質層好犀利，成個身角質層好犀利，我啲皮膚唔夠滑嘅，唔夠靚嘅，鞋霎霎嘅，好多死皮嘅，我哋好多污糟邋遢嘅嘢嘅，我哋一個星期用佢2次到3次，特別係我哋平時從護膚品嘅，你自己睇下靚唔靚？嗱，我整幾分鐘之後，你睇下我個靚樣係咪靚到閪咁樣嘅？靚，攞個。我唔係叫你攞連鏡，我叫你攞之後啲皮膚好滑啊！你起咗泡之後咧，你就捽佢。嗱，起咗泡之後咧，你要捽佢喎，你要咁樣捽佢喎，佢先會將啲邋遢嘢咧去攞出嚟嘅喎。捽完之後咧，佢就會等下咧，我同你講，你啲學生哥啊，同埋唔乾淨嘅，你就咁樣去捽啊，捽到咧嗱，佢又起泡啦，捽完之後佢又起泡啦，佢就喺度咧氧化。養到你啲毛孔咧好靚嘅，對唔住嚇，我唔講粗口啦，對唔住嚇，我錯啦嚇，上次買咗嘅洗完咗係咪？有冇人用過？嗱，佢又養翻出嚟，你就洗，你洗完之後咧，佢會反覆起泡，洗到佢唔起泡為止。呢個係面膜嚟㗎，咁然之後咧，佢就會好似包咗一層光咁樣，佢變成咗牛奶機。佢越洗咧，我啲皮膚就會越靚。啊！我哋嘅身體啦，我哋手啦，我哋肚啦，我哋都會好靚嘅，睇唔睇到？係啊，真係好好用啊！我之前個星期都要去美容院做1次清潔㗎，而家用咗呢個咧都唔使去啦，用呢個小氣泡自己清潔。你哋想唔想試？嗱，我差唔多啦，而家差唔多啦。佢敷幾多分鐘啊，梁仔？佢即係你擠咗上去之後，跟住佢起泡，跟住你就捽佢，捽完之後咧，大概5到6分鐘你就可以洗噶啦。佢反你攞個濕紙巾過嚟俾我啊，或者乾紙巾。嗱，你睇清楚啦，我等下抹佢，你就會見到我好靚噶啦。佢會反覆咁樣咧，將你嗰個打開你嘅。佢嘅黃氣，我哋人老，我哋30歲之後咧，我哋對面會有黃氣噶嚇，黃冚冚嘅嗰啲斑仔多嘅，氣色唔好嘅。我等下我打開我自己個靚樣俾你睇睇，睇下我靚唔靚？嗱，你睇住啦，我攞包濕紙巾，我抹鳩柒咗佢。嗱，我等過咗5分鐘未啊？差唔多啦。嗱，一般咧，我哋用幾多分鐘？一般我哋5到8分鐘，跟住你洗完就得噶啦，5到8分鐘。跟住咧，但係時間關係咧，小娟即係為咗展示俾你睇咧，係啦，我俾你睇睇啦，我俾你睇睇。捽咗就有啲粒粒嘢嘅。係，捽咗就有啲一粒粒嘢，啲邋遢嘅嘢全部洗晒出嚟。係啊，都係咁，我用都係咁樣，好好用啊呢個。嗱，你哋自己睇下有冇區別？光亮亮，光咗好多。好靚。你睇唔睇到？即係你而家見唔見到啊？小英塊面咧有半邊面係好靚嘅，睇唔睇到？佢即刻可以有展示嘅，光白，即刻可以咁光，好似拋光咁嘅。你攞連鏡俾我睇睇。清潔咗啲邋遢嘢咯。呢邊會緊緻啲，然之後咧佢會好靚，白咗一個弧度，白呢邊係會白啲靚啲噶啦，你睇清楚未？但係身體都可以塗嘅，佢呢個身體你全身都可以塗嘅，因為佢入邊有乜嘢咧？佢入邊咧有谷胱甘肽同埋葡萄籽提取物。我同你講，你用咗之後咧，佢好似拋咗光咁樣嚇，係拋咗光。仲有我哋嘅木瓜蛋白酶啊，木瓜蛋白。佢嘅木瓜蛋白酶咧，佢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 Q 彈。我講真嘅，用過嘅打個1之前啊，嗱，我哋呢個面膜，嗱，我同你講，佢即刻收緊㗎。佢用咗之後收緊嘅，你睇下我呢邊面會肥啲，呢邊面會瘦啲，呢邊面咧會白啲，呢邊面咧會冇咁白嘅，即刻會拋光。即刻會曝光，即刻會白。你用過嘅嗰日就會靚。冇錯。隻西塗得唔得？你塗你就唔好，我唔建議你塗隻西嚇。咁咧，我話俾你知，咁我哋上次咧，我哋嗰個面膜係幾多錢嘅？上次係99.8。上次咧係99蚊8咧，佢係4盒嘅。係咪3盒啊？3盒試用裝送嘅，小賢姐姐。人哋3盒，跟住有一細個小試用裝嘅，你上次係俾咗一個細個嘅試用裝。咁咧佢係99蚊9係3盒㗎嚇，咁我今日咧再俾多一個試用裝你哋。喂，
小燕姐姐，你講咗咁耐都未見你上車嘅，小燕姐姐。你等下我，做咩有4條狗？喂，仙姐姐，上嗰個白蛋白啊，白蛋白有冇得平啊？白蛋白你試下睇有冇優惠券啊？3條狗。唔知啊。我等下幫你睇好唔好？我上咗佢先好唔好？3條狗你嗰度好嘈。好。嗱咁樣，小燕姐姐上呢個小氣泡面我之前膜先啦。賣咧，我係99蚊9咧，我係3盒嘅，係咪？我今日上嚟。我再送多乜嘢咧？我再送多一個面膜俾你哋試用。咁咧為咗30幾蚊係咪？係。咁然之後你哋上次話俾我知，你哋買嘅係99蚊，係俾多1盒你哋嘅。但係上次咧係搞活動，係咪4盒定係3盒啊？第一次你係4。你咁樣，可唔可以俾你叫品牌方上嚟？你上一次係夾硬叫佢俾多1盒嘅。因為我知道好多人要吓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咁樣，我叫品牌方上嚟，你幫我問下佢1月1號元旦節可唔可以送多1盒？可以嘅我就上50份，唔可以嘅就算數。我睇下叫佢。你唔識用啊？你買咗佢之後，你就咁去用一次。捽一次有泡就捽，有泡就捽到咧5-6分鐘左右，你就洗咗佢，你對面會好靚，好靚，非常之靚，佢即刻見效。我唔使3盒啊，我今日俾到大家嘅係4盒。品牌方，你好，小袁姐姐，晚上好。你那個面膜好用嗎？直播間的人好用是不是？好不好用？好用。對，好不好用？嗱，我俾你睇睇啦，我哋嘅面膜我用咗之後呢，我呢一邊我係即刻有反應嘅，係即刻會白咗1個維度嘅。點解？因為佢有木瓜蛋白酶，佢將我哋面上邋遢嘅嘢，平時我哋搽防曬、搽其他啲嘢，佢係好靚嘅。阿櫻桃姐，你到底有冇用過？係啊，清潔效果好好啊！呢個可唔可以俾翻之前嘅優惠啊？它有什麼好處啊，美女？我們這個呀，它是助養、刷霉、刷菌，它能夠1次淨澈、3次換亮、7次磨皮。你看你小袁姐姐，你兩邊的皮膚現在就已經不一樣了，而且緊緻度也不一樣。嗱，你睇啦，佢會收緊我哋嘅皮膚噶啦，我同你講啦，我拉緊佢啦。你堅持用，你就真的知道你皮膚呼吸是什麼感覺，什麼叫做光滑，什麼叫做細嫩。皮膚粗糙的、暗黃的、愛長痘痘的、愛長閉口的、毛孔粗大的，都去用它。你聽唔聽到啊？我哋啲皮膚有好多啲閉口啊、痘痘啊、好黃啊，呢啲朋友仔，嗱佢即刻拉緊噶啦，你仲用咗呢個面膜，佢會緊緻，係即刻噶，佢第一次佢就會已經拉緊噶啦吓。對，而且裏面添加了8D 透明質酸鈉和膠原蛋白。我們這個不是普通的酶，我們是木瓜酶、葡萄酶、SOD 超氧化歧化酶，它能夠加速我們皮膚細胞的代謝，就是讓你的細胞活躍起來。就像我們你一個星期，我同你講，你一個星期你用3次，佢就會緊緻。呢個朋友仔一個星期用3次就得噶啦，3次你可以。如果你隻手好似我咁巢猛猛嘅啦，我俾你哋試多次。你咁樣，我是這樣好不好？我是這樣，因為呢，我們1月1號，因為好多人私聊我說要，本來呢你們是99塊錢嘛，是不是？是3盒的，再加一個試用裝，對不對？對。然後我今天呢，我就想把那個1月1號的那個優惠做了，你能不能給我4盒？哎呀，小袁姐姐，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做。我們這個品，你想啊，我們是韓國原裝進口的品。嗱，你睇清楚啦，我隻手好差噶啦，我呢隻手係咁樣嘅，你睇清楚啊啦，我俾你睇睇啦。嗱，我而家知道韓國嘅護膚品咧，大家都知道好矜貴，好好噶啦。成本真的很高的。嗱，我哋而家做嘅係複購率啦，嗱，你等下睇睇我隻手啊啦，佢又開始2次清潔我嘅毛孔噶啦。它在不斷的給你助養，你現在你聽啪啪啪的聲音，它有1萬幾個微囊小氣泡在給你的皮膚助養。你睇清楚，微囊小氣泡在給你很好用，你給回我們的優惠啦。你睇唔睇得到？你睇唔睇到？佢又開始噶啦。係。佢又開始咯，佢氧化，因為我隻手邋遢。這個在院線都是明星產品的，明星項目的。
因為我哋做嘅係復購率嚇，你16歲嘅，你青春期發育嘅，你好多痘痘嘅，你皮膚好黃嘅，嗱你睇清楚啦喎。我個大女都有叫佢用過啊，我個大女都有叫佢用過。我而家抹咗佢俾你睇睇我隻手好唔好？你等佢吸收耐啲會更加明顯㗎。嗱，等佢吸收耐少少先好唔好？刷霉刷菌，女孩子一定要去刷霉刷菌。嗱，你而家兩隻手，你而家兩隻手嘅顏色都已經有隻手白啲啦，你搽咗你嗰隻手白啲。睇清楚我隻手邊隻白啲？嗱，我等下抹咗佢啦，抹咗佢，而家已經睇得到白啲。你看而家已經睇到係白啲。你睇下你隻手即係手背同埋你個手背同手臂都已經係唔同顏色啦。你等等啦，手背同手臂都已經有啲顏色嘅區別啦。明顯的用咗都係滑好多含水和㗎。含氧量、胶原蛋白量都是不一樣的，明顯的。睇唔睇得到啊？你快啲問下佢上咗佢，唔係我驚你違規啊！你睇。你咁樣好唔好？嗱，我驚住我違規嘅，你這樣好不好？直播間嘅朋友仔想要嘅，因為我想將1月1號呢個優惠做咗佢，係即刻見效，係即刻㗎。你自己可以查下我哋嘅刷酸嘅嗰個小氣泡面膜，你喺韓國買或者喺邊度買，你幾錢？但係今日如果你入到我直播間嘅，我99蚊，我要求佢俾多1盒我哋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小袁姐姐。那不行就沒辦法了。不行，那我問一下你有沒有優惠券？沒有吧？沒有優惠券。那你沒優惠券是不是？你1月1號你要不要做這個活動？如果你要做的話，我沒時間跟你做，是不是？你就答應我們啦。要不要？要你就給我多少份就好了，我刷完了我就算了，我給有需要的人，沒需要的我不賣給他。哎呀，小袁姐姐，上次因為是首發，我知道你是首發，但是我平時我也賣99塊3盒啊，我剛剛也說99塊3盒，他們在櫥窗買就是99塊3盒，再加一個試用裝，然後你們今天來了，你就在我直播間，今天你能給我多少份？然後我直接上了，我後邊我還是給你上99塊錢3盒，再一個試用裝，可以嗎？你今天就給多1盒我，就在我這個直播間。小袁姐，那最後一次20份，那20份的直播間的人哈，直播間嘅人，如果你有痘痘嘅，你皮膚暗黃嘅，你睇下我隻手係咁樣嘅，你要唔要試下？用完之後你又即刻睇到嘅，佢注咗氧入去你嘅毛孔嘅，你想試嘅，1個星期3次。如果你有搽防曬嘅，有搽有化妝嘅，你這樣吧，才20份啊，50份，50份就50份，你可以就上，不可以了我就砍你下去了。我們爆單了，庫存很有限。不要說爆不爆單，嗱，我告訴你，在直播間我就最牛了，在我們廣東界，我的流量應該是牛逼了。但是我們這個品要從韓國入關，我不要說你入不入關了，我知道韓國進來的東西是不是？你說一個面膜30多塊錢呢？一盒的話很少，是不是？是的呀，對不對？嗱，我哋呢個係韓國進口噶，係韓國進口嘅。88開頭嘅條碼，88開頭。你睇下我哋嘅條碼係88開頭嘅，你給多1盒吧，50份可以嗎？可以，我1、2、3我叫他們上車。如果你說不行的話，我就換品了，真的。小袁姐，我們是好朋友，你不要這樣。那你行不行？行的話我們上，不行的，我平時我在櫥窗賣99塊錢3瓶。再加一個試用裝，可以嗎？好吧，小袁姐，好吧。要不要填寫身份證呢，美女？呢個唔使，50份，50份，我們快速過。呢個係唔使填寫身份證嘅啦，你準備好未？哦，準備好嘅，我哋1啦喎，因為我哋唔加單噶。平時你喺個櫥窗買99蚊3盒，加一個試用裝。咁今日咧1月1號嘅呢個我做咗佢，韓國進口嘅小氣泡面膜，1個星期洗3次。你對面邋遢嘅，你想注氧嘅，你想白一個維度嘅，你想好多斑斑點點慢慢淡化嘅，我而家準備上啦，皮膚鬆垮垮嘅，你見到我噶，用咗之後佢收窄噶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嘅打個1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嘅打個1，因為之前用過噶吓，準備好未？我們一定好庫存，我們空好庫存，千萬不要拍超了。不會，我現在我這裡有手機。我發不出那麼多的。我知道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們準備，我哋準備上啦喎，呢個小氣泡面膜，呢個冬天
你想對面乾淨嘅，呢個夏天你想到冬天你想呢個冬天你想對面乾淨嘅，平時經常化妝嘅，唔該你洗下你對面，毛孔閉塞嘅，唔該你洗下。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 1、2、3，上車。好，上咗已經響1號啦，跟住同埋咧有啲朋友仔話用幾耐，呢個視乎你一次用幾多嘅量啊，跟住而且同埋咧我哋呢個嘅話，你用起翻上嚟嘅時候，你先搽上去佢10到20秒起泡。停車等緊，我已經上咗啦嚇，佢俾50分。有冇斷樹物啊？冇嚇。大肚婆可唔可以用？覆佢。大肚婆嘅話咧，我哋唔係好建議你用，其實佢係可以用，但係我費事你到時有咩問題揾我哋啊，費事你有咩問題賴咗我哋個產品，所以咧我就唔建議你哋用啦。47分。跟住而且同埋咧，我哋呢個嘅話46分。用上去嘅時候咧，10到20秒起泡，然後起咗泡咧你就搓佢。45分。你就好似平時洗面咁搓佢，將你啲污糟嘢搓咗佢出嚟，因為佢40分。係排咗你嘅毛孔出嚟啦，佢打開咗你嘅毛孔，排咗你污糟嘢。有冇人試過？我冇呃你哋噶，35分。呢個用咗啲皮膚好。你可以問下人哋好唔好用。單啦。而且你收到啊，有一個試用裝喺度。你收到佢，你有一個試用裝，你覺得佢唔好嘅，你退咗佢。韓國面膜，佢一盒30幾蚊，你有冇見過咁平嘅？而家唔使30幾，20幾。你而家唔需要啦喎，你25蚊一盒面膜喎，大佬，你想用乜嘢啊？你敷2塊你都冇咗啦，呢個面膜啱唔啱啊？30分，哇，打得好快喎，走得好快喎，25分，25分，22分，唔係同你講笑啊！我嗰日我去嗰個中途啊嗰個週年活動嘅時候咧，跟住我開咗下播啊，跟住都好多人連麥唔係連麥，係好多人喺個公屏上面問我要呢個產品，因為佢哋用咗真係好。佢而家係白白俾多1瓶你哋，俾我上嚟。佢而家係白白俾多1盒你哋啊，大佬。好，係俾多1盒啊，而且佢進口嘅，大佬，你幫我捉住。佢進口嘅，我俾你睇睇啊。8字開頭㗎，你平時敷1盒面膜要幾多錢？你香港你都買唔到呢個價，我唔係同你講笑。雖然你香港飛韓國近，你青春期嘅，你15、16歲嘅，你兩面開始多暗瘡多油嘅，你同我車佢。你30、40歲，你兩面黃撳撳嘅，啲皮膚巢落去嘅，你1個星期同我車佢，你唔好同我做黃面婆。仲有你啲後生哥，你多油嘅，啲毛孔大嘅，你同我車佢，你唔好變成一個核突公。你走出嚟，你要儲老婆，你要識女朋友嘅，人要衣裝，然之後呢，你要金裝啊！女為悅己者乜嘢啊？嗱，呢個 WYF 話我用緊喺小丸姐姐嗰度買嘅，我係油性皮膚嘅，用咗皮膚好咗好多。我可唔可以練下你啊？呢個年輕人，佢25歲嘅啫，香港買唔到呢個價錢嘅，冇可能嘅。剩翻15分。阿小丸姐姐，我問你幾廿次，你有冇嗰個骨紅糖漿？阿梁仔有冇嗰個骨紅糖漿嘅？你幫我。骨紅嗰個係嘛？係。你好啊，呢個冇所謂。你覺得好唔好用啊？冇所謂。冇所謂。係。你哋揾我做乜春嘅？